咱攏知影講哦，食感冒藥啊，若陣會愛困就唔通塞車，想袂到這個嫌犯竟然認為講伊食毒塞車，唔是危險駕駛。講到這幾年呢，這食毒塞車攏是真濟人。三重分局的警察黃偉進頂年執勤的時陣，互這食毒塞車的嫌犯弄死。一審國民法官定甲伊判刑18年6個月。經過特銷發回到高院經一審的時陣，今仔日來開庭。這被告承認講伊有食毒塞車，不過伊無認為講安尼生做是危險駕駛，也講這一審甲伊判了傷過重咯。也若這死者的家屬認為講，這嫌犯根本就無佇咧悔改，甚至這死者的囡仔也擱在問講呢，這做警察的爸爸當時會回來。你知道吸毒害一個家庭破碎嗎？在法警的介入之下，洪提審出庭，今麥當洪基後的查甫人黃國維涉嫌毒駕弄死警察，昨晚20個在審理，順治警察的家屬嘛親身到庭，跟孩子解釋是說，因為爸爸被壞人撞死了，神明跟我說要把爸爸帶去天上治療，等治療好了會把爸爸送回來。但其實小朋友他很常在想念的時候，就會說：“媽媽、爸爸什麼時候可以回來？”某囝失去因的翁和老爸，敢若會當少年，訴求正視毒駕造成的傷害。雖然一審是國民法官的法定判18年6個月的徒刑，但是2審是特殊判決，變做上訴了後發回各官庭經審的第一例。經過高檢不服提出上訴，閣一擺改變走向。最高法院是認定2審的判決有理由欠逼債為實，將案件撤銷發回高等法院經一審來審理。他承認他吸毒，但他否認他一路飆車、闖紅燈等等的行為是危險的，仍然到現在認為說他有自首，那要求要做減刑，甚至覺得18年6個月的刑度是太重的。當來看今年這個案件，黃國維是無照駕駛，擱佇咧食空氣分彈依托米子等食一種毒品了後，涉嫌食毒塞車，顛倒向高速弄死執勤的三重分局派出所警察黃偉進。怎麼撞了？撞那麼多台？同款嘛是食毒塞車致死，新竹是捌有查甫人佇好林國中頭前造成一死4傷。今日6個月判刑12年7個月確定。新北還有查某人是弄死土城清水派出所的所長劉宗興，一審國民法官照殺人罪判死，目前上訴2審。高風險群一定要用細胞簡訊到他的手機給他警示，最根本還是要從毒品的來源去加以防治。國內毒駕的亂象，今年已經造成至少17個人無命。警方取締紀罰是超過12000件。看到食毒塞車是衝擊到車路的安全，政府已經提懸行政法，刑法刑責的部分，行政院立委董小蓮提出修法的版本有關刑責，但是法案閣要等立法院審議。記者綜合報道。